日本逐档拢会办当家骄傲节冬季的游行，今年已经第14档咯。咱台湾的冬季团体今年会用玉山来做主题设计游行的火车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挺台湾，挺台湾，挺台湾，挺台湾。台电8年无共设计元素的服装，有台湾山水的图样，也有以彩青色水等等做主视觉的服装。这是台湾服装设计师王丽玲为同性伴侣、时大人、身体障碍，也有 queer 等等设计的清册。今年台湾是第5年要去日本参加东京骄傲节和冬季游行，希望透过服装，让世界看到台湾冬季的多元日常。那种油水的颜色，那它刚好有这种彩虹、五彩炫光的彩虹的质感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这一次的东京游行的主题，然后也是他们也可以穿的。另外，今年游行的台湾火车要以玉山做主要视觉，搭配半导体晶片的塑条来代表台湾的民主韧性。日本的东京骄傲是亚洲上大规模的 LGBTQ+ 的活动之一，办到今年已经第14档。原来台湾自2019年开始，同性伴侣会当结婚，是亚洲第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。但 NGO 团体除了参加游行，嘛要去分享台湾9年来推动性别平权、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也有按自卑防治的经验。即马同婚6周年，毋过嘛是阁有一寡无平等的所在，社会上嘛是阁有人对于同志也是跨性别无啥了解，所以讲这个教育的工作还是不能够停。我感觉真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讲，咱今仔日有部分的成果，依靠的都是不断的深化。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，利用这个人的互相尊重，让我们的艾滋防治的这个部分能够更加的顺畅，更加成功。如果大家抱着歧视的心态，歧视同志啦，歧视有多元性别的人啦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病就会被掩盖起来。今年东京骄傲节要办伫咧6月初7和初82天，活动有包括艺术展、人权会议和游行等等。代表台湾对要去的 NGO 团体，希望除了关注世界各国的同志人权，嘛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，希望用理解来打破偏见，继续深化性别平权。记者卢长竹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